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监察院秘书长李准义使用公务车站已经是接副院长李鸿钧会师礼，表示讲其他3个岗位会送纪律委员会处理。内政部推动全台湾的中正路、经国路改名，引起部分地方的反弹。部长刘世芳强调讲，执行正义是人权的问题，要严肃看待。今年前3个月，食毒赛车和以上案件都有上千件，所有7成拢无处罚。秘书表示建议交通部爱修法。来看监察院的秘书长李准义，因为用公务车送宠物去美容，昨暗失职了。监察委员苏丽萍、还有林玉龙嘛互逼讲，乌白用公务车。监察委员王英忠嘛互逼讲坐公务车去剃头。监察院副院长李鸿钧今仔是开记者会会师礼，嘛表示讲，红点名的监察委员会送纪律委员会处理。因为使用公务车载狗仔去宠物美容的风波，李准义初一发声明宣布请辞。伊讲，事当时一时考虑了无周至，才会来视觉察，辜负咱国民众对伊的愿望，也有影响监察院的名声。本人在这个地方，代表监察院，那跟社会大众，说声深深的抱歉。李准义请辞要来互风波莫阁拖，不过监察院公务车公器私用的情形连续逼出来，除了当时去用压出来的监委苏丽萍、林晓荣，也有监委王英忠，互逼出来伊坐公务车去剪头毛。监察院除了宣布启动调查，停止监委个人身份使用公务车，一直到这一届任期结束为止。嘛，甲拄则讲到的3个监委全部移送纪律委员会。有被揭露出来的3位，我们会先移送纪律委员会。那至于后面还有没有，那当然我们也无从，我也没办法去确认。立法院司委会初二嘛邀请监察院列席备询，有关安怎落实青年政府的议题。不过无人代表出席，嘛无书面的文件。那边拢认为讲落台归落台，不过应该追究的法律责任，要是爱面对。刑法上面嘛，那他可能有诈欺、侵占，等等的问题或背信。那在行政上面，他可能有一些惩戒或是弹劾的问题。监察院的这些御史大夫啊，会不会弹劾自家人呢？大家都在等着看嘛，是不是用同一个标准，还是只有监察院可以去弹劾其他公务员？秘书长那部分那个因为有这个北检已经分案来了解了台北地检署已经立案调查，监察院内部的纪律委员会嘛同步展开。不过，指出，过去就有几啊件公务人员利用公务车去用起诉，而且去用判刑的案件。监察院敢会爆出其他的事件，要安怎来改善公务车使用的情形，各界拢真关注。公司新闻台北报道。为着要落实执行正义，内政部推动全台湾的中正路、经国路改名，也毋过嘛引起地方的反弹，质疑讲是劳民伤财。内政部长刘世芳今仔是强调讲，执行正义是人权的问题，得爱严肃来看待，袂当讲无钱就无要推动。转型正义呢，其实是一个人权的问题。既然是人权的问题的话，我们就要严肃的对待。不管是中央政府或是地方政府，千万不要把它伪装成有钱在推动。如果有困扰的话，那大概就是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还有在地的居民能够有共识，我们再来推动。那每天搞这些543有的没的所以我觉得就很像那个小朋友，有点调缸你越跟他讲，他越故意。那从中正路、中山路，现在扩大到经国路我觉得真的是目前没有必要。台中市长罗秀燕是质疑讲内政部是调工的，批评讲国家拢无要重视照顾人民的生活。在野党嘛质疑讲政府花无钱，所以当来补助中正路改名。刘世芳是回应讲，处理将中正的雕像改名这款代志，一件是补助款上济10万块，嘛已经补助上百件路，嘛强调讲中正路改名是义务。来看倒球协会取消倒球选手曾智嫣学生业余店 WTT 美国大满贯赛的参赛资格引起争议。体育署长陈世忠今仔就批评倒球协会无徛伫选手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讲要予倒球协会1天的时间来回应，嘛要求倒球协会秘书长叶国钦得爱公开回事的。透早倒球名将曾智嫣爱徒，倒球是名册叶余店。
得到中地院球馆练球，反向民众动作到位。不过，伊原本被报名参加 WTT 美国大满贯赛，却因为比赛甲亚洲青少年倒球锦标赛相碰。倒球协会希望伊参加亚青赛，取消伊参加大满贯赛的参赛资格。代志闹到真大，中地院父亲无愿意加讲，不过中地院学生的家长是看袂落去。应该是要为选手加油才对啊！这个事情我看是这样子的，因为选手本身练球每天都早出晚归。体育署署长陈胜忠透早到立法院批评倒球协会无愿意接受以选手为核心的思维，发声予倒协一日时间好好回应选手的需求，也要求倒协秘书长叶国钦公开回实例，若无要暂停倒协所有的补助款。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协会，在政府耐心的提醒，依然不愿意接受以选手为核心这样的思维，依然不愿意认错，绝对不应该漠视选手的声音。要求桌协的秘书长必须要给庄智渊跟这个选手一个道歉，选训制度应该要重新尽快的检讨。杨一田透早由原照常到球馆练球，照常训练行程，针对事件无对外回应。叶一田妈妈是伫平台发文，感谢体育署停球员做选手背后的靠山。刘伟也要求道协秘书长叶国钦爱向选手来回实例，搁改良选训等制度。记者打电话予中地院母亲无回应，也打电话予叶国钦，手机也无接。道协表示，叶国钦透早有看证的行程，未入来办公室。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警方统计，食毒赛车防移送案件，去年是有267件，去年有将近2000件哦。今年前3个月嘛，已经抓到1100多件咯。也毋过有7成拢无受到处罚。迄事局是表示讲，受到验尿2年到2个月寄发期限的限制，常常验尿有结果的时候，拢已经超过寄发的时间咯。伊嘛向交通部建议讲，修法来延长寄发的期限。内底有客仔味嘛？手伫咧带你。雄雄做到拿检，驾驶情绪躁动，经过警方检查，超出轻毒品，佮怀疑伊是食毒赛车在检验当中。食毒赛车枪击治安去年佮发生，新北市员警被弄死亡。警方统计，砍下食毒赛车被移送，为去年267件，去年暴增到1991件，佮创新高。今年前3个月已经有1189件。都算拢面临行政，不过超过7成无行政处罚。他行政法就有绑定说2个月的举发期间，所以针对这个部分，我们也是透过希望交通部来做修法，不要让说这个我们法定的障碍期间反而变成说他无法举发。受限有检的2年的时间，警方承认大部分的检验结果拢伫2个月了后出来，早已经超过寄发的时限，获毒犯免吊销。面对目前的困境，刑事局建议修法，不过緝毒的另外一个关卡，也有赌上依托米脂这类新兴的毒品。那这个新兴毒品，它几乎都是透过所谓的电子烟，我们没有办法说单纯看到电子烟，我们就做查扣，然后是做检验的动作。为查缉到寄发，警方执法各层面拢有难题爱解决，学者提出建言。红豆毒品用脆软快胎执法。酒驾你这个变容易看，大概9个月就出来了。毒驾有时候你根本看不太出来啊。国外有一些就脱衣的快筛了，那这个政府也是要去努力的。这摆快胎检测，干来对嫌犯的物件做相关的检验。所有学者建议，有外国制品脆软快胎，佮检出毒品问题根源，以原伫事前防治甲事后戒掉这毒品。公视新闻采访报道。高雄市有2个国中生甲优摆对公园的楼梯顶杀落去，优摆公司已经去报案，要来追究破坏优摆的责任。学校是表示讲，若查证是因学校的学生就会通知家长，嘛按照规定来处罚，搁来加强教育甲辅导。
两个查甫囡仔将 U-Bike 直接对小港大白顶公园的楼梯顶悬甲摔落去，两台车都安尼摔甲乒乒乓乓。囡仔感觉好耍，佫录影片放去网络，有网友看到这段影片，甲转辑落来，讲技术是小港区某一间国中的囡仔。对此校方表示，正在积极查证当中，那确定是因的囡仔，会照相关规定处罚。我们就会第一个时间去了解他的真实的状况，然后联系家长、学生个别的辅导嘛，然后就是跟他们讲那一些法治教育的问题，在校外的一些异常行为会以妨碍校誉的方式去做惩处。这两台互囡仔当作佚佗物的 U-Bike， 其中一台是电扶车，亲像安尼正式倒刹，就有可能会致使电池爆炸。画面内底两个囡仔完全唔知通惊，将危险当作趣味。U-Bike 公司讲将会追究相关责任。影片中的行为呢，除了已经违反我们的会员条款，那它也已经就是公然的触法。那后续呢，我们会去检视这个车辆的一个毁损状况，然后来跟民众求偿。为本分局将依据影片之内容，主动联系 U-Bike 公司。询问是否提出回属告诉，依法侦办。U-Bike 公司讲，因为一套管理做法会当找出迫害者，也且大家爱惜物件，唔通超过于迫害，避免违法影响到别人的权益，也造成危险。记者看下朱库朝阳、郭永昌报道。再来看新北市新庄一个社区，顶礼拜六徛街的天棚向落落来，造成10多岁兄妹仔受伤。这个社区是海沙厝，伫6当前已经报请都警要停起，去年底一届的审议才等通过。新北市都警处是表示讲，因为资金的问题，佮加上有部分的住户无要搬，所以都警要停起佫有真侪困难。一开始先听到砰的一声，然后最后以为就是单纯撞到东西，然后最后就掉下来了。回来就是莫名感觉那个地方是不是又要掉东西？受到前一天意外感觉会惊，倒伫面床休困，天棚向落落来，加10多岁兄妹仔得着伤，互老母是真唔甘。我也不知道这里有所谓的都更的问题，什么海沙论，那全部都不知道，都是昨天事情发生之后，然后我们这一些租客才知道。警消接报了，甲囡仔送病院，头壳肿起来，脚骨碎着伤。代志发生伫新北市新庄5月3日下晡3点外，徛街阿门头向落落来，甲出头街反映了后，才发现去遭到海沙厝。海沙屋状况应该在20-20年前，应该就住户有多多少少会知道了。自己住的屋子如果有状况，就当然会找水电师傅嘛。基本上我们就是自立自建嘛，因为是海沙屋，只要1/2同意，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审议。永康路这社区总共66户的住户，107年互认定海沙厝了后，多数人同意都经，早对108年就报销申请重建。不过新北市相关局处敢若是第一阶段审查，就到去年底才通过。都经处说明，上大原因就是摕伫这资金。同意户在实质面对到真的要去签抵押的时候，他还是会有抵押品的价值不足等等的这样课题。但是因为还是有找到了建设公司来协助他们补足这些资金不足的部分。所以你们不太想要都更是不是？对，我不要。我的家里面看很漂亮啊，没有怎么样啊。大有10多户无关于都经，一来是家己厝内底状况也无啥物问题，有人是烦恼讲有小大的问题。不过即阵互通知，若是要搬离开，会面临这个裁罚。我们是有发文要求他们要搬迁啊，不然会处罚啦哈。可是目前社区这边还是有声音是说他们搬迁上会有一些困难，所以我们还在研议中。根据市府的统计，新北市海沙厝合并案件总计已经有150案，到即阵已经停用23案。记者综合报道。5日节连假过了，今仔大股一开盘就开价走价，一直落早盘上济是落超过400点，收伫21,002点落344点。台积电是落21块，收伫946块。今仔新台币换美金又搁起129块9角开盘是起2.9分。5日节连假结束了后，上半日8亿股市开价走价，早盘刷落超过300点。关节股台积电走势正弱，一旦落到24.66条，影响大盘差不多128点。电子类股指数是61.7%。可能进入到下半年，面对到电子股第3季的这种旺季的一个情形，我自己个人认为，以现在目前状况看起来，旺季不旺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所以呢，面对这样子的几个压力那反映在今天的台北股市上面，跌势就会相对比较重一些。分析师认为，受川普关税政策起起倒倒，加上主计总处下修经济成长率等因素，互股市刷落盘。拜一一片青片片，干那航运股加生技医疗类股走红。另外，伫汇市部分，7日新台币29.9块开出，早盘刷成破19.9块，目前伫30块之间来震动。不过，央行很期伫拜一暗时发布新闻稿指出，发现有外资用投资国内借款的名义，先汇集大额资金，经伫新台币存款效付，煞无实际投资有透出新台币汇差记录。央行还是一直在持续观察，不会让秃鹰有趁水摸鱼赚汇差的机会。那当然少了一个变数，台币当然有可能就接下来比较稳定。外汇专家预测，目前台票一元伫29.8块到30.3块来盘整区间。未来应观察6月18登场的美国联准会宣布货币政策，最近拜登有重大突破，新台币恐计维持盘整。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日本每当拢会办东京骄傲节冬至的游行，今年已经第14档了。咱台湾的冬至团体今年会用绿刷来做主题设计游行的火车，咱做伙来看卖。挺台湾，挺台湾，挺台湾，挺台湾。台电8年无共设计元素的服装，有台湾山水的图样，也有以彩青色水等等做主视觉的服装。这是台湾服装设计师王丽玲为同性伴侣、时代人、身体障碍，也有 queer 等等设计的清册。今年台湾是第5年要去日本参加东京骄傲节和冬至游行，希望透过服装，让世界看到台湾冬至的多元日常。那种有水的颜色，那它刚好有这种彩虹、五彩炫光的彩虹的质感，所以我觉得很适合拿来做这一次的东京游行的主题，然后也是他们也可以穿。另外，今年游行的台湾火车要以玉山做主要视觉搭配半导体晶片的塑条来代表台湾的民主韧性。日本的东京骄傲是亚洲上大规模的 LGBTQ+ 的活动之一，办到今年已经第14档。原来台湾自2019年开始，同性伴侣会当结婚，是亚洲第1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但 NGO 团体除了参加游行，嘛要去分享台湾9年来推动性别平权、同性婚姻合法化，也有艾滋病防治的经验。即马同婚6周年，不过嘛是有一寡无平等的所在，社会上嘛是有人对于同志也是跨性别无啥了解，所以讲这个教育的工作还是不能够停。我感觉真重要一件代志，就是讲，咱今仔日有部分的成果，依靠的都是不断的深化。人跟人之间互相尊重，利用这个人的互相尊重，让我们的艾滋防治的这个部分能够更加的顺畅，更加成功。如果大家抱着歧视的心态，歧视同志啦，歧视有多元性别的人啦，那这样的话，这个病就会被掩盖起来。今年东京骄傲节要办伫咧6月初7和初82天，活动有包括艺术展、人权会议和游行等等。代表台湾对要去的 NGO 团体，望除了关注世界各国的同志人权，嘛通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希望用理解来打破偏见，继续深化性别平权。记者卢尚珠、郑准尧台北报道。国立中兴大学发现讲，除了台湾新南向甲大洋洲的国家，流动动物的问题嘛真严重。中兴大学伫5月底派出团队去鼻流来帮动物移境做手术，望讲协助当地来改善流浪动物的问题。甲狗仔做疫苗，这个白流籍学生完成了后，真欢喜。该指导的就是中兴大学兽医系学生。这个台湾的兽医团队今年5月去白流科罗州进行狗仔、猫仔移诊甲手术，去到当地才发现这的冷冻狗仔、猫仔有影真多。很常看到幼犬很可爱，然后就养，然后养大了觉得变成犬了，好像没那么可爱，他们就是直接就是丢到路上就变流浪狗这样。小朋友会就是鼓吹流浪狗他们去打架，那我们就有看到一个病例是，它其实耳朵已经快要掉下来，就可能被其他狗咬，然后已经是一个非常慢性的一个病例。
中兴大学团队发现，当地都市化的程度相对较低，市动物盘也甲台湾早期的方式同款，放咧外口热烧，才会狗仔猫仔较接要接触，也较高起冲突，有惊西虫、传染病也较会烧话，无甲绑起来也会互弄动狗仔猫的问题愈严重。当地煞干那一个兽医，临床经验也较少。兽医团队表示，这款的情况咧，新南向甲大洋洲的国家拢真普遍。那当地他只有一位公职兽医，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去执行任何的绝育或者是任何的减少流浪犬猫的数量的能力。中兴大学表示，自2017年开始，除了培育超过40个兽医加入动物医疗，也伫2022年头一届启动跨国合作计划，甲台湾经验分享去有同款问题国家。若要完全解决弄动动物的问题，除了加强推广，甲因绑起来，也要提升主人的观念甲责任。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伫洛乌进行第2轮的和平会谈进程，乌克兰佮攻击罗西亚会当载起主武器的长程的轰炸机哦。罗西亚嘛发动2020年烧战以来上大规模的无人机的轰炸。听到无人机的声音飞过，伫远远的所在爆炸，还佫庆烟。Еще больше стало гореть раза в 4. 乌克兰随意对俄罗斯伫西伯利亚国家内部的一个军事基地发动攻击。这个基地有一当载核子武器的长程轰炸机，也是自4300外公里外前线第一遍发生这种攻击。攻击行动摧毁俄罗斯境内超过40台俄罗斯的飞机。这场攻击进行超过1年半以上，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亲自监督执行。Можна сказати впевнено, що це абсолютно унікальна операція. Офіс нашої операції на території Росії знаходився безпосередньо поруч з управлінням ФСБ Росії в одній з їхніх областей. 美国新闻网站 SOS 的记者认为，因是无具名的乌克兰官员伫 X 打文，讲乌克兰攻击并无事先通知美国总统川普政府。另外，乌克兰回报讲，俄罗斯伫咧1年之间发动472台无人机甲飞弹的攻击，是双方冲突以来暗时发射量上悬。俄罗斯讲已经亲力进入乌克兰东北部的苏米州。亲乌克兰消息地图讲，俄罗斯伫咧5月总共摕到450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推进的速度从至少6个月来上悬。伫即天，俄罗斯挖掘乌克兰边境的2座桥被炸毁，布扬斯克有1座桥倒来时阵，下骹拄好是铁基路，结果火车败马，造成重大死伤。乌克兰官员并无说明爆炸的原因，要伫咧调查委员会新闻稿将爆炸这字提掉。目前并无些人讲对这件代志要负责。伫同一个时间，俄罗斯甲乌克兰的代表团已经到土耳其伊斯坦堡，伫咧找日将会举行第2轮会谈，对结束战争、准备会谈，双方态度拢正强。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再来看美国的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市，当地时间礼拜下晡发生汽油弹攻击事件，有来支持以色列人质的民众受伤哦，这嫌犯已经抓到了。FBI 是认定讲这是一件恐怖攻击。另外，哈马斯嘛指控讲以色列军队将伫南部拉法攻击发布组的所在，造成至少31个人死亡，有将近170个人受伤。也毋过，以色列国防军是否认。平静拜日下晡的过路人步道，雄雄车做疯狂的攻击现场，真侪民众叽叽叫，唔知要安怎，因为因的亲友都遭到汽油弹攻击，真侪人严重受伤，倒伫涂骹。受害者是一批支持以色列人质的群众，因平常时拢固定到科罗拉多州博尔德这个国务中心集会，想要到竟然拄到汽油弹攻击。犯案的时阵，攻击者佫大喊解放巴勒斯坦。This was a beautiful Sunday afternoon in downtown Boulder on Pearl Street, and this act is unacceptable. 嫌犯已經當場被抓，不過警方並無公布伊嘅身份。Our officers immediately encountered that suspect, who was taken into custody without incident. That suspect, who I'm not able to ID at this time, was taken to the hospital with some minor injuries as well. 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 第一時間已經將這擺攻擊定調做有針對性嘅恐怖攻擊。美國最近反猶太暴力事件真確真濟，天國月2日，華府加多發生猶太博物館兩個以色列大使館員工遭到殺害代志。嫌犯作案的時陣，共翻譯短話解放巴勒斯坦。
无差别攻击共款出现伫加沙南部的拉法基亚路。根据哈马斯指控，大量死伤都发生伫当地一个救援物资发放地点，死者地面上大部分是头部甲胸坎，正做屠宰场。另外，到底是啥人开的枪？现场民众甲医护人员拢指控是以色列国防军甲因的战车。سمع بيروحوا بيجيبوا اكل وشرب لاولادهم، اولادهم ماتوا جوع، قال بدي اروح يا اختي راح، جوز اختي راح خلى اولاده ثلاثه وراه، ثلاثه صغار، واحد لسه بيرضع 9 شهور عمره。数者造成严重死伤，不过以色列国防军否认开火，表示敢若对空放枪。这个由美西两国共同设立的物资发放地点加沙人道基金会运作完全涉过联合国，被质疑无符合人道标准，证据未实。另外，根据路透社报道，总部设伫美国加沙人道基金会讲，当地无发生任何冲突，甚至无死伤。公视新闻洪如梅报道。菲律宾国防部长伫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对话，甲中国解放军的上校一句来一句去。中国方面是质疑菲律宾敢是美国伫亚洲的代理人呢？部长嘛批评讲，中国违背承诺，伫南海霸凌附近的国家。菲律宾国防部长提奥多罗找伊参加香格里拉对话下区安全联结会议，而且发表专题演说了后问答的时间，叫两个穿中国解放军军衫的人问讲。美国当咧卖更较侪武器予菲律宾，而且要伫菲律宾设置更较侪军事基地，敢会烦恼美国伫亚洲引起代理人的战争。抑个越南甲马来西亚拢甲中国有无共意见，毋过这两国会当甲中国好好来处理。马来西亚首相安华嘛建议菲律宾爱甲中国展开对话，菲律宾敢会听伊的建议，改变面对南海纠纷的做法，或者是要继续做区域外口强权代理人。提奥多罗回应的时阵，先感谢因两个人用问问题形式来宣传，现场大家抱啊写是拍假。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declared that, quote, China must lead the reform of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with concepts of fairness and justice, unquote. However, w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nsiders fair and just may stand in stark contrast to the norms and values accepted by the rest of the world, especially the smaller countries. To envision a China-led international order, we only need to look at how they treat their much smaller neighbor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提奥多罗批评中国违背永远无要做老大、甲和平客气的承诺，伫南海欺负附近较细的国家。中国国防大学代表团并相请校长批评讲，提奥多罗的发言无代无志骂中国，是影响正人的想法，煽动对立，甲大部分的国家拒绝徛和平的想法完全无共款。中国是坚持反对，绝对袂接受。过去侪年来，中国甲菲律宾伫有主权争议的南海一直有冲突。菲律宾政府指控中国的海警船甲菲律宾的渔民赶，袂互因讨海，抑阁让公务船牵起游船。菲律宾伫美国的支持之下，伫几个海峡执行各种的行动，而且是有加无减。因为这届香格里拉对话已经有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诚意强调中国的威胁，发表演说，态度嘛大正硬。中国除了甲美国提出严正的交涉，针对代表团持续起互攻击，嘛表达不满。公视新闻黄文玲编译。立法院明仔特别来处理在野立委提出的2028年无个要使用土炭的中火决议哦。今仔有环保团体是指控讲，中火有5大机组无执照，佮继续烧土炭在发电，要求空污法要赶紧来修法。台中市长罗秀燕早起嘛批评讲，这5大机组无地方政府的许可，算是违法发电。也毋过台电是表示讲，已经有向台中市政府来申请电源，并无违法。拒绝中火无照说明，促修空污法。环保团体举旗啊，甲扛棒抗议，控诉台电台中火力发电厂10台烧土炭的机组内底，敢若5台有操作许可证，另外2台伫咧2019年互台中市环保局废止，3台伫咧今年元旦就过期。但是空污法伫咧2018年修法订定台化条款，无伫咧许可证期限内底准备的固定污染源会当因原条件继续操作，要求修法解决无照烧土炭的限购情形。今天中火它现在已经无照烧煤超过5个月了，但是却没有违法，那这个法令是不是应该要检讨？
环团表演行动局凸显中会污染危害，立法院青山要处理在野立委所提2018年无拖团中会决议。初日来自全国的环团，还有民众汇集伫咧台北军县楼头前，批评中会是全世界上大上老的阿林界小拖团电厂，毋但对全台湾人的健康影响真深，呼吁那白民代党同意，力赢开放党同意票。所以拜托大家，第一个伫遮，咱希望蓝绿白。大家都100%投出来。台中市长卢秀燕认为，环境部严格管制中秋烘肉空污杀抢放台电小土炭，会互外界认为伊会当放火烧厝，我煞袂当点火食薰，应该量早取得地方政府的许可。中央政府自己挑战自己的公权力哈，我觉得也是很奇怪的现象哈。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最好要赶快不要这样子做。那要取得地方政府的许可，所以现在就回到说，我们提出的许可证，台中市府还在做这个审查严审的过程中。那另外那3部就是到期之前，台电提出，目前也是在台中市政府在审查中。台电宣布，中会5台无操作许可证的小土炭机组，目前拢伫咧台中市府申请定验当中，运作拢符合空污法。因为2018年无土炭的中会，需要考量区域供电稳定，台电会以蒸汽减土炭的方式，当年照部来改善，无法度设定时间表。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南投县政府拍什么伫民间乡区本社焚化厂，也毋过离婚姻关拿来的净水场无到10公里。婚姻的民意代表是真烦恼，讲会污染到民生甲灌溉的用水。婚姻县政府表示讲，即马焚化炉的环评阁还未开始，因会来反映地方的心声。南投县政府要伫咧民间乡起新的焚化炉，毋过离民间乡无偌远的婚林拿来，真侪民众拢毋知。当地民代认为民间乡离拿来净水场无到10公里，未来若准起新的焚化炉，恐惊影响到婚林县内民生，还有农业用水。它绝对会污染到我们的自来水的净化，整个污染，整个自来水净化的过程当中呢，会造成严重的污染。更何况又是我们旁边这边是一个我们3号水门的取水口，面临到斗六大郡的一个整个取水口，这些取水口都是灌溉整个云林县所有农田的灌溉用水。民代表示，毋是反对南投县起新的焚化炉，只是讲选的地点有真大几率，若烦恼到婚林民生，也有农业用水，也烦恼拿来举办也会搬沙路线，未来可能拢会受到影响。婚林县环保局也讲，已经有密切注意，也会表达意见。经过初步了解由于这个案子目前还没有进入到环评的一个程序相关的内容也还不清楚。那我们会随时掌控相关的一个内容充分反映地方的一个意见。那依照环评法的规定，我们针对空气污染扩散的模拟是范围10公里以内的范围，我们会进行评估那目前云林县的县境的范围并没有在我们场址的10公里以内所以不会纳入我们这次评估的范围里面。南投县环保局表示，目前焚化炉选的地点离婚林县超过10公里，依法免列入去评估范围。若这环评会议是公开说明，若准有相关意见要反映，拢会当伫咧环评会议当中公开讨论，袂单独伫各县市来做说明。公司新闻综合报道。花莲吉安乡南滨路1号昨暗有真侪牛伫路林的设计，警方随去管制，嘛联络主人，因为这顶牛嘛已经毋是头一届伫路林爬走咯，所以警方除了处罚，嘛要求主人得爱好好管理。大大细细牛伫咧车路西，为避免弄着车，警方前后拢派人交通管制，主人是摕着钩咧赶。为什么会有？不知道啊，为什么会有牛？我也不晓得。警察说不要太靠近。根据警方调查，这顶牛顶个月10日也行到车路，主人表示这牛会家己加长门的锁啊。警方迄时阵就要求主人爱加强管理，不过这摆牛佫走出来，会依法开罚。此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84条，本所将自当告发。同时在此呼吁，请勿让动物或宠物在路上奔走。若是故意行为，将会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91条。警方强调，已经要求主人改善铁门设施先进管理的责任。不过，附近厝边是司法表示，主人也是用烟丝绑门，将烦恼牛只佫走出来设计，最后造成大祸。希望相关管理单位严去规范主人责任。公司新闻花莲报道。
台南市区有民间的停车场1点钟的费用是超过100块，有民意代表是认为无合理，要求应该要比照公有的停车场来收费，嘛要设缓冲的时间来减少民众违规停车。台南市交通局表示讲，目前的法规是无要求讲要设缓冲的时间，会搁甲发展局来研究。连假期间，观光景点有真侪人来台南行打，四界拢是车，地区停车需求有影大，停车位就真恶找。市议员林义定指出，市区有侪民营停车场，每点钟收费超过100块，甚至连缓冲时间都无，造成有寡驾驶违停点路边，嘛唔愿停入去，形成交通乱象。在地人参游客拢反映安尼停车场无较优先。在中西区那边1个小时居然高达100多块钱，那我觉得太高了啦。那进去有没有？也没有说缓冲时间，说没有位置让我出来，有没有？就是不用钱什么之类的。我们都希望说可以跟这些停车场业者去进行沟通，希望可以给予5至10分钟的缓冲时间。我觉得都是可以在基于保护消费者的立场去出发的这个想法。目前像公有的海岸地下停车场，设有5分钟到半点钟的缓冲时间，通方便民众暂时停靠。不过，那民营停车场敢若显示也有车位，驾驶欢迎你去看，村新众富有电动车通停，那违停计罚款1200块，无爱停要出来共款个纳停车费。民代认为不合理，建议市府要有统一延缓时间的制度。民营停车场的部分因为法规的部分并无强制来规定讲一定要设定这个缓冲的时间但是这个部分因为可能会造成一寡消费顶悬的一寡争议的问题交通局会来交法制处来共同来研究看有啥物方式当来做适当的管理。根据统计，全市目前合法登记私有的停车场有313个，其中有39个费率每点钟80块以上，内底甚至有超过18个是100至120块。费用的部分，交通局回应已经有要求要用较大机来标示停车费用，甲时间是袂当用半点钟做标示。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有民众反映讲，宜兰罗东的中山公园环境真垃圾，设施搁后搁旧，搁定定有人会跳倒摆伫公园内底来来去去，对囡仔来讲是真危险。公所是表示讲，因拢有派人定期在摒扫，若有违规的状况，卖来处罚。有人咧骑汽车，暗搁地点煞伫公园内底。宜兰罗东镇中山公园外口，明确表示禁止汽车进入，暗过也是袂少人无顾禁令。我会觉得说这里面环境不太好。有一点。怎么说？就是脏乱。公园环境垃圾4个人看到本事玻璃杆仔，甚至有人讲臭味正重，唔敢花近。公园设施也可被占用，免使用问题。他躺在那边，因为这是儿童的设施如果他在那边玩，小朋友有的怕，看他这样子，就是会怕。10人直接倒伫公园处理笼顶悬困，囡仔无法度耍。中山公园就伫罗东夜市边啊，是当地上头一个市中心，管理无好，互平台怨叹真苦受。会有民众骑乘机车在里面穿梭，一些垃圾脏乱的问题。我想，公所站在一个管理者的立场上来讲，应该针对这几个地方再去做一个改善跟加强。经民众通报或者是经我们巡查查询得到，我们都会请我们的清洁维护厂商，或者是请我们警方协同，我们去做一个公告，再办理移除的动作。镇公所表示，有请人员每工定期将对公园摒扫，设施被占用部分经过民众通报了，会请人员可能离开。而且紧急问题已经有做劳动设施，若被触地违规严罚1000字以上6000以下。公视新闻宜兰报道。今仔天气真烧热上高温会有36度以上，也毋过气象署是提醒讲，明仔载开始全台湾会连续落1礼拜的雨。另外，因为太阳表面的活动造成地球磁场扰动真明显，气象署昨嘛发布强度顶级的主报特报，伊个会影响台湾51点钟有通讯佮电力设施恐惊拢会受到干扰。高温烧热的天气，拜一北部、东北部高温会来到36度以上，中部山区和南部地区下晡开始有可能会有阵雨，温度会略略降低，平均温度伫咧32度至33度之间。目前我们已经针对南部地区发布大雨特报，中部也有一些比较局部的地方有一些零星降雨发生的情形。对拜二开始受到锋面影响，各地拢会熊熊闪雨，而且雨会来到足急足大的程度，气象师预估会一路落到拜六。明天晚上的时候，雨势依旧还是比较明显，尤其还是要注意有一些局部较大雨势或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至于在
后面的天气的话，从礼拜3开始，因为还是受到这个方面影响，西半部地区的雨还是相对是比较大一点点的。所以说各地都还是比较容易下雨，尤其东半部的地区下雨的几率相对比西半部高。另外，气象署拜一也发布主报直播，预估这波效应会持续51点钟，而且强度可能会达到强烈主报的等级，到时会对台湾的电力设备造成真大影响。我们还是有直飞，像是美国一些城市的一个班机，这些飞机飞到高纬度的地方的时候，可能也是要留意这个高频无线电波通讯可能会受到干扰。目前，他们的一个做法就是调高我们通讯的频率。气象署提起主报效应，这段时间可能会造成通讯、导航、太空飞行设备出现偏差的状况，影响的范围真大。部分的保护装置可能需要进行电压的修正。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日本药厂大正制药最近公告讲，有17种的药品对7月初1开始要起10块到40块，包括百宝灵感冒药啊，卖起价。新冠疫情相关，未少症状较轻的民众，拢会到药局买指示用药应对症状。日本有名的大厂大正制药发出公告，17种药品自7月初1开始，通路贩卖价会调降10至40块。是。所以它这波涨幅的话，大概就是7%到20%中间。那当然涨20%那个其实它是用量比较少的。那有些厂商你要维持市场的一个供应，可是要维持成本，那量少的话，有时候涨幅是大的。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根据台湾大正制药的调价通知，起价的主要原因是最近几年的原物料运输甲制作成本一直升悬。上条看的百宝灵、感冒粒、感冒定、感冒加无讲，至少糖浆拢伫入，其中幅度较悬的分别是百宝灵感冒粒26包430块变做460块，胃肠药粒26包400块变做430块，还佫有眼用制药为200块调到240块。起号达到20%。对有些人来说，可能会觉得有压力吧，毕竟是开销啊，本来可以省一点钱啊，快涨价了就要多花一点钱啊。因为全部的物价都涨，所以基本上只要是消费性的东西，一定都是会要花更多的钱，无形中的负担。家庭伤鼻药一波起，还有今年初开第1枪普拿疼服务系列、感冒加强定、木叶等等7款11种，起号大约伫5至6%。另外，保利达药酒也为去年80块调整到今年90块。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中国医药大学附设病院的研究团队成功开发出全球头一款以 HLA 第10G 导向的外鼻体药物的载体，用这款新的方式来治疗癌症，比传统的标靶药物愈会当来对症治疗，副作用更较少治疗癌顶癌症是有袂歹的效果。外鼻体是一种细胞分泌的真细的水泡。有丰富的蛋白质、DNA 等活性物质，会当加速空喙愈合甲修复。最近几年，互大大用伫再生医学。目前国内只是有条件的开放用伫医美，不过中国医学大学附设病院研究团队成功开发出全球首创以 HLA-G 为标靶的活鼻体药物载体来治疗癌症。佮经过动物试验证实，比传统癌症标靶药物佮较精准，副作用也减少。传统的标靶没那么准，而且传统的还是有一些误差。然后，第二个是传统的标靶，它是一种标靶治疗一种癌症，一种标靶，我这是1对多。研究团队表示，所有的 HLA-G 是表现伫胃的抗原，有保护胎児、无互母体免疫细胞攻击的特性，同时伊也大量表现伫癌细胞上。新研发出的 SOB100是会当辨识 HLA-G 的背向性活鼻体药物载体。当活鼻体添加抗癌药物了后，会当更较精准拍到癌细胞，大大提升疗效，而且更明显减少传统抗癌药所引起的毒性。真的很毒的，那副作用很大的这些化学的药物放到这里面的时候，发现它能够有效，大概就是
在1/4的剂量，我们就可以达到一样的疗效。研究团队强调，目前这个平台已经完成临床前的研究。各地黏癌、脑部加剧母细胞瘤等治疗困难的癌症中呈现突破性的成果，也已经发表伫国际有名的期刊，佮得到美国食品药物管理署 FDA 批准，今年会进入人体临床1期的试验阶段，并3年来完成人体试验了后，伫台湾上市，互更较侪癌症的患者受益。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中华河美是全国人口第3济的庄头，也毋过则无火车，嘛无高铁站哦，敢若有3条公车的路线，交通是真无方便。公司按算6月开始要提供幸福巴士，来提供固定的车班甲提前注文的服务。这嘛是彰化县第4个有幸福巴士的庄头。庄内时段伫标定头前等公车，有人是要去看病，有的要去活动中心。河美镇是中华人口第3济乡镇，但是镇内公共运输无利便，时段若要出门就真伤脑筋。咱遮较庄脚吼，咱坐拢坐中华客运的，足袂方便的，因为拢上久、上紧拢头1点钟久一班。正常是拢叫计程车啦。计程车若伫等的时间会甲咱加钱啊！即马若咱镇公所若有这吼，以后对咱里民较方便的。河美镇内无铁路，嘛敢若有3条公车路线，民众要坐车真无利便。镇公所表示，即阵人口老化对公共运输的需求大，河美镇为6月份开始启动幸福巴士，方便民众去镇内买物件、看病等等的需求。长久以来，咱河美的交通呢，就是哪敢像一个孤儿安尼共款吼，较偏远的遮个里内呢，咱遮个士大人若准备入去街仔内，要卫生所买菜，拢非常的无方便吼。比较偏远的地方，所以才会申请幸福巴士。有申请的是竹塘乡、永靖乡、西周乡，还有和美镇4个乡镇，有包含固定班次以及预约服务，总共有10条路线。中华公车因为营运甲车无司机等等的原因，一直咧调整减少车帮路线，带较市外的时段甲学生，若要出门就真无方便。中华监理站表示，中华县26个乡镇市，目前有4个乡镇有幸福巴士，埔心乡甲大川乡嘛当咧筹备。公路局也积极推动辅导乡镇申请，目标是希望各乡镇拢有幸福巴士通坐。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一寡老大人整界变形是真歹处理，有民间团体就培训志工去社区帮时代来加整界，嘛提供到处加整界服务，咱做伙来了解。伫啉钱卡替长辈来加卡的整界，志工讲一寡长辈卡枕头有变形的状况，整界毋是卡会长去，就是有冻界的问题，所以加因的整界爱设计来处理。会啦，加了安尼都太轻松啊。社区的长辈拢是长期拢咧穿护的，10支枕头啊拢是乌的，阁有冻界，啊是变形的。阮拢加过足侪变形的卡，嘿对。啊，我感觉这部分咱这服务是真好。除了去厝内服务以外，志工嘛伫东兴社区的据点替长辈来加整界。志工讲，长辈有的目睭无好，若是阁有糖分的问题，家己加整界颠倒较危险。伊固定时间替长辈服务，要减少冻界对长辈影响。本地拢穿的讲话啊，拢黏黏的，拢互因调整个就好。无看呀。会加得吧？冻界这一种其实它必须要透过开刀还是矫正的方式，才有办法让它比较舒缓。我们讲是舒缓，然后你说能完全解决吗？很难啊！我透过我现在帮他剪1个月就帮他剪一次，所以他们就都没有这个冻界问题呀。社区表示，志工服务到当这1档的时间，大家拢替每一位长辈准备一套技师，固定时间替因加整界，毋但解决因冻界造成的无爽快，搁伫加整界过程陪因开讲，互长辈透过加整界服务，为身体甲心情拢会当受到照顾。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嘉义大南是乌卡伫滴笋的产地，当地农民3冬就爱甲田做一届大整理，甲老的摆的滴仔拢撤掉，来维持滴笋的品质甲产量。撤掉的滴仔，佫有啥物款的用途咧？咱嘛做伙来了解。废弃的滴仔经过机械破碎处理了后，
出来麸木乃当摕来种做菇类、模拟等等，嘛会当当做升级燃料。未来这个所在要将做废弃竹啊，重新搁利用的加工场。这个废竹材当做变成未来的绿金，让作为未来的一些包括我们的能源棒、能量棒，还有一些等等这些绿能的运用也好，这个都是对我们环境永续的一个推动方式。家己县政府26年前就配合大量的笋农，要来解决废弃竹仔的问题。因为笋农每3冬就要清1摆竹仔园，来维持笋仔的品质。今卖因透过这款循环经济的方式，一年唔但会当生产2万吨的竹仔麸，嘛解决处理废弃竹仔造成的污染。那这个菇类呢，吃完这些竹屑之后呢，它的产量是提升的，而且呢，它可以加速我们的生长周期，就是缩短我们生长周期以外呢，我们的 A 级品也增加了。那我们一年呢，目前的话，我们是持续收购竹屑的哦，就是持续使用之后，我们一年最少也可以吃2000吨以上。我们再回来再利用。可以减少焚烧的问题啊。再来就是说，我们这个资材可以再利用，循环再利用。家己县的大林镇是5克竹仔的产地，透过农粮署、林业署甲工研院的合作，大林镇要打造废弃竹仔再利用的基地，唔但解决地方长久以来环境的问题，嘛要替废弃的竹仔找到再利用的空间。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看南非的首都有一间专门的收容破病、残障、佮有济岁猫仔的机构，目前计供是照顾300多只猫仔，希望讲互因伫遮会当平静佮自由自在来过日子哦。一个月开销大约是爱40万的台票，拢是靠各界的捐款。伫幸运女士、Lucky 女士基金会的遮猫仔，紧紧看来翕的团队，因为着镜头充满好奇，互摄影机翕到一寡真趣味的画面。这间位伫南非首都开普敦以北斯瓦特兰的庇护所，原本是咧救猫仔狗仔的工作，随着收容的猫仔出现愈来愈多，年纪大佮破病老鸟，所以伫2024年另外开一间老鸟的活动区域。这栋环境清幽的茶厝，就带36只老鸟自由自在的生活。We saw that some of the older cats struggle in the main population. Cats that's on chronic medication, especially with arthritis and illnesses like that, where they get agitated with the younger generation cats. And that's when we decided, when we do get the funding, we would like to start a retirement home for these cats where they can come. 安养院有真快环境，遮的猫仔多数气风放杀，还是苦度过。部分猫仔的肢体也有残障甲病痛，每一只猫拢有家己悲惨的经过。因为大只的猫仔互领养的可能性比较较低，所以庇护所尽全力维持老鸟安养院的运作，希望互遮的猫仔会当度过春的岁月。庇护所表示，这猫仔逐个月食掉约800公斤的饲料，每个月所来的总开销平均是台票40万，资金来源全靠各界捐款。这间庇护所也协助附近贫困社区定期饲流浪猫，志工为一台拖车下面抱出一只细只猫仔，替伊点目睭药啊，治疗目睭发炎的症状。庇护所也提供家鸟医疗、制药甲粮食。这间庇护所安养院，互猫仔远离街路风险，安享温暖的老年生活，会当讲是猫仔真好的归宿之一。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下晡报天气，大家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外岛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